大家好，歡迎咧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啲嘅民生需要，我哋去守望。咁根據最近中國青年報一篇嘅報導咁講，佢話有位市民話俾記者聽咧，佢喺小紅書上邊就搜索咗空調嘅官方售後。咁隨後咧維修師傅就上門維修啦，維修費咧竟然咧係比官方嘅標價高1倍喎。咁佢就懷疑自己係咪遇上一啲假嘅售後啦。咁記者調查發現咧，網絡平台上邊原來充斥住大量好似正規嘅電話開台400嘅呢啲空調維修電話嗱。就好似我哋加拿大一樣咧，我哋好多企業電話都係800，係咪？咁佢哋就係400。咁呢度咧係標榜住各大品牌嘅官方售後，卻係咧頻頻上演原來上門費低，但係維修費就翻倍，最後咧亦都誇大故障等等嘅戲碼嘅。咁律師指出咧，呢類嘅行為係涉及虛假宣傳啦、消費嘅欺詐以及可能嘅商標侵權嘅。呢個唔僅係會損害消費者嘅財產權益亦都擾亂咗市場嘅秩序。相關嘅主體係需要承擔相應嘅法律責任嘅。我哋一齊低頭嚟到去禱告。天父，求你保守神州裏邊有關當局可以更加嚴格去審批嗰啲企業電話即係嘅批核。我哋求你亦都讓佢哋可以加重一啲嘅罰則讓呢啲違法嘅人呢可以得到更重嘅懲罰。我哋都願望你都保守神州裏邊呢啲空調服務嘅公司啦，佢哋能夠喺官網等等咧嚟到去告訴即係消費者咧，佢哋售後服務嘅聯絡嘅方法同埋途徑以至到咧即係能夠讓消費者可以揾到一個真正正確售後嘅渠道之餘咧，亦都讓呢啲嘅企業咧能夠定時通報一啲例如係假嘅平台假嘅售後服務電話等等咧，讓大家都可以警惕嘅。我哋同心嘅禱告仰望，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我哋下個禮拜繼續約定你哋守望神州，拜拜。